家好。妹仔，你跳牌要時常來往南門市場嗎？當然要啊，像頭擺捱過年過節嘅時節一定愛來啊！而且主委，我剛剛發現啊，南門市場就地嘅插運站中正紀念堂的2號出口，這年懂立片呢，剛才一出來時節就多了，而且我一出來看到整個嚇到。南門市場也太煥然一新了吧！没错，经过大概4到5年的重建啊，这南门市场呢，现在整个玻璃帷幕看起来非常的豪华气派，而且这种非常时尚的空间里面啊，还有很多的老字号跟老店哦。真的，听说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肉干啊、手工蛋饺啊、松糕。不行，再讲出来都市童谣，真的讲不下去了。但是我想要请问主委啊，底杯度港含有名的哈嘎米斯嘞？你这就说到重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任务哦。我们从故事呢，让哈妹讲好主委呢，我叫他去考上那个南门市场的哈嘎米斯的哦。好 ，Go！你们今天怎么会来到南门市场啊？因为这里很有名嘛，想要买东西就过来了。主委，他们 Q 饮有的会某空用的冲某？嘿呀，哪里来的？香港。香港。香港怎么会想要特地来到南门市场？特别想要找什么美食吗？就是我老公在 YouTube 看了很多有关这里的，所以想要来看看。那我要考你们一下了，你们知道客家美食吗？有没有特别想吃的？还是客家人呢？你是客家人？对。哈嘎你有吃过的吗？梅干扣肉、鹹菜乾空肉。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道菜？我的妈妈先就会做菜。妈妈会做这个菜啊！懂厉害呢！鹹菜乾空肉唔好做，葱冇注意。因为主委很会做菜，不容易做，不容易做。功夫菜，功夫菜。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梅干控肉吗？好，我们等一下我来清这个梅干扣肉。梅干扣肉系吗？梅干扣肉。老板好，老板好。这个梅干扣肉是道地的客家美食对。哎呦，汤音的脆。这个梅干扣肉找到了哈。对。这个来，你们看，这就是道地的梅干扣肉，妹妹哦，对不对？是不是你们平常吃的？应该是哈，很想念的味道。老板，我们问一下，问一下，你下除了梅干扣肉以外，还有嘛个其他的客家的美食？斑粽。咩斑粽哦？然后是的斑粽。然后是，你们有吃过拌粽吗？有吃过吗？没有。看就像白色的，对，很漂亮。外面这个白色的是米去磨的，磨成米浆。来者是客啊，来真的吃吃看，来，真的很好吃，是现吃的哦，可以现吃的。刚刚讲到为鹹菜乾空肉鸦片，还有板粽。对，谢谢老板。老板娘好。客家妞。老板娘唔系客家人冇啊？系按度好。当然是啦，真的。老板娘鸦片一圈没有卖懂的为客家美食懂得客家美食。我就把我娘家的产品带来这边卖。娘家的味道就是故乡的味道。没有错。朱伟，你有看到那一条客家美食吗？客家美食有看到哪一些？有啊，我看到那边有很多啊，有板哈，还有nghệ板、水条板萝卜糕，还有那个七层板，而且呢还有饭耶。不过朱伟。好像要找一下有没有我们里面的。有个我来问一下哈，强问一下，今年有700万个头讲，已经有700嘿。因为会是半年，冬至它就冇多起来。多少？还条摆。平常有了哈，平常有。哇，今天生意也很好今天这边人潮都很多。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这都是年货，对不对？对。还有吗？好多我喜欢吃的，过年的时节一天20个。走在学的，等一下，来，你快，等一下。你看这是什么？青豆嘞！找到了，青豆嘞！作为找吃的，你最会。这就是什么？来，我们的柿饼，来，谢谢，好。在找客家美食客家美食有，这个红到我们那里就有，店里就有。你就是老板吗？对，这里就有。店里就有，那我们跟你去。哇，对，哇，嘿，走吗？我们从爱就很多走马，
哎，海陆腔是咒吗？对，哇，谢谢老板。太好了，那我们又买到一个，好，老板，我们要买这个。哎，呢度問下佢呢有買冇到咧，好冇？好。Hello. Hi. How are you? I'm good. How are you? I'm Johnny. Johnny. Justin. Oh, nice to meet you. I'm Odelia. Odelia. Justin. Nice to meet you. From the Hakka Affairs Commission. And so today we are coming looking for the our Hakka cuisine. So I'm curious,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Hakka culture? 我會講客家話。啊？對，你會講哈？我會。哦，你係那邊人啊？我係美國高台吧。哦，冇辦條錢。哎，客家好幾句的啊？然後扮演的。扮演哦，扮演是安慰講哦。係啊，講動章咧。我自家買書。然後老年大嘴龜。我田公業我去考客家年金。哦，田公業愛考試。考客語認證。對。哇！哎，我們台北市哈考過考狗，哎呀，客語認證有獎勵金，有獎勵金哦。有獎金。台北市。然後我就係台北人。哦。安堵侯，但是主委不要忘記今天的任務啊！哦，對，今天要來吃客家美食，吃客家美食。你看 Justin， 你剛才已經有按到有那麼多的客家美食了，裡面有你認識的嗎？奶迪客家小炒，客家炒肉。客家炒牛，没有錯。既然會講了，就要帶他去吃吧，對不對？沒錯。好，那我們就帶着 Justin Q 嗨了一起客家炒肉好嘞。好 ，Let's go。哇，懂都好吃嘅，看起來很好吃哦，中洞好吃的哦。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嘍，這個就是客家小炒，客家炒牛。可以試吃看看，試吃看看。來，我們來吃一個看看。每一間都有自己的特色。來，這就是魷魚。重點在這裡，對不對？懂菜吧？很厲害，很厲害。是不是想要一碗白飯？哦，對。不只是這個很下飯，這個也很厲害。好，這就是梅乾扣肉哈，來，我們打開來看看。這個梅乾菜也是你給客家東蔥有給一類食材啦。這習慣嗎？還不錯哈。比一般的酸菜好吃很多。其實我覺得比酸菜更好入口。好好吃，好好吃哦。這個就是一定要讓你知道，這叫做半粽。四縣這樣要怎麼講？半粽。你明天要考的是四縣是半粽，我是海陸腔半粽。可都可以學一下。半粽，哎，很好。好。哦，好特別。接下來。妹講最愛的，這個就是我們客家最有名的柿餅。唔錯。怎麼講？吃餅。他們叫吃餅，我們叫起餅。起餅。哎，來，這一定要試吃。這個是柿子去曬乾以後，我還真的以為是餅乾呢。沒有，它是一個柿子。哦，那個是水果，那個柿子，然後柿子對，曬乾之後就變成柿餅。OK。試試看，像新竹最有名那個新埔的柿餅。是經過那個人家酒醬風去曬，好，然後讓它去風乾，口感會很不一樣。我們今天還特別準備一個小禮物，要送給賈斯汀。Justin，妹非常歡迎感謝你嘅客語家庭做客家好朋友阿丁姑歡迎。天龍也考學加油哦，愛加油哦。希望大家。哇！是寶寶動漫中哦，好感謝妹講和台北客家今天一起來開箱南門市場。現場呢有美景、美食，還有美國人。主委，我以為你要說有美女。有啦，我們感謝我們的醬仔妹講呢，和我們一起來發現南門市場有這麼多的好吃的客家美食。要不是時間啊，真的有限，我們應該全部都給他吃一餐了。冇錯，大家有聽到？我有預留伏筆哦。下禮拜我哋 Andy 嘅會時朋友票開了，好唔好啊？好，對大家早年好，祝福大家龍年行大運，龍年行大運，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张脸了，长来了。哎，等下，大家知道逛完了南门市场之后，我们还有哪里可以买到年货呢？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君安。为了欢庆龙年，台北市政府将在迪化商圈举办2024台北年货大街活动，从1月26号到2月8号，为大家提供逛街、接驳、网购一条龙服务。今年不仅可以在永乐广场跟最有年味的巨型龙拍照打卡，参加年艺手作体验及龙来抓红包趣味抽奖活动，还可以观赏街头艺人表演、虾皮直播。此外，我们也规划年货寄送服务区，为您提供商品寄送到家的服务。今年更安排了期间限定的年货大街专属接驳车，省去大家找路的烦恼。当然，蒋万市长也会在年货大街走街，欢迎所有的市民好朋友前来领取限量龙好运发财金，大家隆中逛起来。最后祝福大家龙年来到，台吉台里，台川前。